来是台中有3间的学校，总共130个学生，真有可能是集体食物中毒。这个老师发烧过来头痛，卫生局调查的结果，这3间学校拢叫同一间食品工厂的营养午餐食同款的菜。卫生局已经针对着东港所有的餐点来做检验，2礼拜后就会知结果。 卫生局人员采集检体要送去检验，因为台中有3间学校，总共130个学生，拢食同一间食品工厂的团膳了，出现落瀉、发烧、头壳会痛的症头，有可能是集体食物中毒。目前有5位同学还在这个留院观察当中。 3间学校这菜色有几出拢同款，有学生甲卫生局人员反映讲，饭后有一出点心是泡芙，食起来酸酸。学生有反映说，那个甜点的味道有异味，有异味，所以我们对甜点的部分也特别在查。为了了解什么款的物件出问题，卫生局将餐点送验，嘛要求食品工厂停业3天进行消毒。来到这间食品工厂已经恢复营业，业者嘛出面接受采访。等待卫生局他的调查结果看怎么样，我们也不会逃避责任。 若是餐点有病菌，卫生局将依照食安法对食品工厂罚6万到2亿。若是学生的体内嘛验出同款的病菌，就会直接将食品工厂的业者送办。